喺中山居住嘅香港朋友仔注意啦！今日教你哋30分鐘搞掂中山醫保，睇病報銷超方便。點解要買中山醫保呢？3個實打實嘅好處啊！第一，住院報銷告別全額自費，最高報銷去到80%。第二，慢性病慳錢，高血壓藥月均10幾蚊，香港私立醫院嘅1/10價錢。第三，就近就醫，唔使奔波返香港，慳時間又慳車費。手把手辦理4步走：第一，辦理居住證，帶港澳居民身份證加中山住址證明到社區服務中心辦理；第二，開銀行帳戶，工商銀行、中國銀行、建設銀行等8大行選一間，用居住證開扣費帳戶；第三，辦理社保證件同埋回執，隨便揾一間上館，跟住同老細講你要辦理社保，佢就知㗎啦；第四，窗口登記，攞住居住證、銀行卡同埋社保回執，到各個鎮街嘅醫保中心辦理。注意啦，每年只有9到12月份先可以辦理，同時去窗口登記前需要先喺手機上邊預約。點樣預約？我會到時候再出一條片，想知道嘅朋友仔嘅話，一定要關注翻我哋嘅賬號啦。